好啦，各位，我哋嚟到氣候嘅部分。咁啊，之前咧我哋已經學晒咧喺嗰個地圖上面嘅分佈。咁啊，係學咗地圖一啲簡介之後咧，我哋就學到咧去到氣候嘅呢一 part。咁其實咧，我哋只係學咧好少部分嘅啫。你當有5個島啦。咁啊，5個島嘅氣候帶咧，咁你哋大概知道。咁你就明白點解有啲地方會好乾燥，有啲地方咧會有沙漠，有啲地方好多雨。點解有啲係熱帶雨林，有啲係乜嘢都冇咁樣樣。咁我哋咧就喺呢個氣候裏邊咧去簡單去講下。咁啊，氣候咧對我哋嚟講咧，特別喺旅遊嗰科咧，我哋分開咗2部分。第一部分咧，咁啊氣候咧就只係純粹講緊地球氣候係點。第二部分咧就係講緊地球對旅遊業嘅影響，因為其實都幾大影響。咁所以咧，點解我哋會堅持會將呢個氣候繼續擺喺呢一個嘅旅館科咁樣樣？好啦，咁啊氣候我哋飛落。好，我哋咧好簡單嚟去講解下呢個氣候咧5個因素，就係咧喺呢5點嘅裏邊咧就會影響我哋嘅旅遊業發展啦。咁啊，我哋簡單嚟講，佢有冇落雨啦、落雪啦、落霜啦 ，OK， 溫度如何啦、風速點樣樣、氣壓如何或者溫度如何，咁都係影響緊成個氣候嘅分佈嘅。咁啊，你哋應該中3嘅時候咧都學過㗎啦。咁啊，中3應該係有一科地理科，而地理科亦都咧呢啲咧部分全部都講解過俾你哋聽㗎啦。OK，咁所以呢度咧我哋又唔會再太重複俾你哋。咁但係咧我哋只係講緊分佈嘅地方會多啲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先落到去呢一個咧，第一個係一個熱帶氣候，又可以叫做咧赤道多雨帶啦。咁或者熱帶季候風嘅氣候啦。OK，咁啊呢度咧係其實好特別嘅嗱。每一次咧我哋成日學咧，即係以前細個咧咪話，呢條赤道因為太陽打落去嘅時候，咁所以咧就係特別熱。OK，赤道好熱咁樣樣。咁但係咧呢一個咧唔太正確，因為咧成個嘅地球咧你要明白一樣嘢。一個地球佢有少少偏咗去㗎。OK，咁啊正因為佢偏咗嘅話咧，所以咧成個赤道咧係咁樣樣睇㗎。咁即係話咧，如果太陽要射落去嘅時候，最接近嘅地方應該係赤道以上嘅地方。咁所以咧一間咧我哋會講落去後邊嘅時候咧，你會有啲明白㗎啦。咁所以咧我哋要認識赤道嘅時候咧，赤道唔係最熱嘅。不過佢係炎熱嘅地方，佢確實好熱。但係因為佢條線叫赤道，原因就係佢近呢一個太陽啦，都係。咁不過咧，佢近太陽，佢唔係最近太陽。好啦，我哋翻嚟呢度睇。正因為咁，佢哋平均氣温咧係18度以上，咁啊大部分都係北迴歸線同埋南迴歸線之間 ，OK， 咁啊喺呢一個部分咧，咁啊熱帶地方你見到咁綠色，你就知道啦，呢啲地方全部都係啲雨林帶嘅，所以非常之潮濕啦，多雨啦，咁啊亦都好好嘅雨林嚟嘅呢部分 ，OK， 咁啊飛落。好啦，咁啊熱帶雨林咧平均咧有降水咧非常之多，咁我哋用降水嚟形容嘅，你自己中3嗰時教過你啦，因為落雨、落霜、落雪都係叫降水嘅一種嚟嘅 ，OK， 好啦，咁繼續落去咯喎。好啊，咁啊喺熱帶季候風嘅呢一個嘅氣候裏邊咧，通常會多雨啦，咁啊亦都會有乾旱嘅時間，咁啊好多風啦，即係風球打風嘅地方都係一樣嘅 ，OK， 咁啊飛落去咯喎。好啦。呢一個第2嘅部分咧，再落去嘅熱帶草原氣候，咁啊明顯呢一部分咧，佢哋有分咗呢個旱季、雨季多啲啦，有樹類啦，同埋稀疏嘅樹。好啦，咁啊除咗熱帶入邊有啲乾旱帶之後咧，咁我就正式落到一個更加誇張嘅叫做乾旱帶嘅地區啦，或者我哋有啲字嘅叫做沙漠氣候都得，因為咧第2嘅咧沙漠氣候嘅呢一部分咧，佢哋就頭先講嗰個地球嘅問題啦 ，OK， 佢打橫，佢有斜咗落去嘅，唔知斜咗幾多度嘅 ，OK， 咁所以咧喺佢呢一部分咧應該照最多太陽嘅地方，咁所以照最多太陽，亦都關乎咧佢哋嘅地方嘅風向咧都唔係吹入去內陸風嘅，咁啊所以咧佢哋離岸風嘅話咧，咁所以佢哋變成咧佢哋嘅地區咧好多都係一啲沙漠區嘅 ，OK， 好啦，咁啊沙漠區你望到啦，咁啊亦都係正因為咁，佢哋會全年非常乾旱啦，咁啊亦都係少降雨啦，咁啊降水比較少啲嘅，繼續落去，好啦。
跟住再落去咧比較重要啲啦。咁啊，基本上咧香港都係呢一個部分嘅叫做溫帶地氣候。OK，咁啊溫帶氣候咧有好多種嘅，有種叫做副熱帶氣候啦，或者副熱帶濕潤氣候啦，好多唔同嘅即係叫音嘅，或者好多唔同嘅叫法嘅。咁我哋用女款版本啦，我哋叫溫帶氣候啦。OK，咁啊溫帶氣候咧，咁啊全年最暖啦，或者佢嘅冬季寒冷啦，或者佢哋嘅佢個溫度溫差咧，相對嚟講應該有熱有凍㗎啦。好啦，你見到溫帶氣候咧，正因為咁又有雨啦，因為全年嘅降水都唔少㗎，咁所以你見到咧佢嘅顯示顏色咧都係啲淺綠色嘅，相對嚟講咧都係比較咧有好多嘅即係樹木嘅部分。好啦。咁但係咧有啲好特別嘅地方喎，溫帶氣候咧有兩種，有一種咧叫做地中海型嘅氣候。地中海型氣候咧同香港咧反而調翻轉頭嘅，佢咧話夏季乾爽，冬季多雨，即係完全調翻轉啦。香港係冬季乾爽，夏季就多雨啊嘛。咁啊地中海氣候咧簡單嚟講，地中海咧係一個歐洲裏邊咧一個環島嘅一個海啦。OK，咁啊正因為咁咧，所以啲海即係啲海風咧有離岸風，或者佢哋都霎時間變化得好大嘅，咁所以地中海氣候咧有少少特別喺歐洲嚟講啲。好啦，咁啊香港版本咧就用翻我哋嘅潮濕亞熱帶氣候啦，頭先嗰個就地中海啦。OK，咁啊通常咧就係夏季多雨，冬季當乾爽。好啦，咁啊喺呢一個亞熱帶氣候或者溫帶氣候咧，我哋都仲有多一樣嘢叫做海洋性氣候。好啦，海洋性氣候咧又會有一種嘅咧，就係佢咧比較咧全年都係潮濕嘅，即係溫帶裏邊咧有一個國家咧係直情咧係全年都係陰天嘅。我成日咪講咧英國咧好似女人，唔係我講啦。OK， 英國人係咁講嘅，英國好似女人咁變化莫測。OK， 咁啊因為佢哋你總之咧去到英國嘅時候，好多時候咧都要攞埋即係但係遮又唔係，咁所以好多人咧就會買一啲叫做防水嘅風褸，因為咧佢會突然之間落雨，又突然之間放天晴，又突然之間落雨，好似咧呢一個變幻莫測嘅女士。嗱，我唔係歧視啊 ，OK， 咁啊，但係因為佢哋係咁樣講啊。好，咁啊，跟住再落去咧，就係講緊大陸性嘅氣候。咁啊，大陸性氣候咧就係相對嚟講夏天溫暖，冬季非常之寒冷。OK，咁大陸性氣候咧，佢哋冇乜呢一個濕季同旱季嘅。OK， 平均嘅佢哋落水降水嘅時間。好啦。咁啊喺呢一部分咧，佢哋四季咧，因為大陸性氣候啦，咁所以咧佢哋都係會有好明顯嘅四季嘅分別。OK，咁啊俄羅斯啦，呢度俄羅斯夏季超熱都係一樣。OK，但係冬天咧亦都可以好極地咁樣凍噶。好啦，跟住極地氣候啦，咁啊唔使講啦，咁極地氣候就全年寒冷啦。咁啊平均喺10度以下。不過咧喺呢一個嘅即係全球暖化之下咧，咁啊北極同埋南極都開始起好大嘅變化。好，咁我好快咁講埋剩翻嘅。咁啊極地氣候咧，亦都有分幾種嘅，一種叫苔原氣候。咁啊呢啲通常0至10度咧，有苔蘚生長啦。咁所以咧有陣時咧，我哋咧睇苔蘚咧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種生物嚟嘅。咁但係呢種生物咧就只係喺一個好極端嘅呢一個0至10度生存嘅啫，多啲都唔得，少啲都唔得，即係凍得滯佢又唔會生長嘅，咁啊但係凍得滯唔生長，熱得滯亦都唔會生長，咁所以咧苔蘚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指標，佢溫度上面嘅指標或者佢嗰個嘅污染嘅指標都係一個好重要嘅。好啦，去到最落去啦，咁啊亦都係講緊一個極地氣候入邊嘅冰帽氣候，即係直情咧喺嗰度咧係0度以下，全年都係積雪，冇植物生。好啦。極地氣候亦都分埋一種叫做高山氣候，個高山氣候可能係因為佢高海拔嘅原因，咁啊高海拔嘅原因就撇除好多佢係乜嘢氣候啦，即係撇除佢本身係溫帶氣候啊定係點樣樣，上到高山咧佢有另一個景象，所以咧如果即使咧你去旅行，如果你有機會上山，而嗰個山咧好似即係例如可能富士山，咁啊香港嘅大帽山就唔會爭好遠嘅啫 OK， 咁啊例如去富士山，例如大概2-3千米到啦，即係如果你真係上山啊或者阿里山啊嗰啲山嘅話咧，咁佢哋咧去到高山咧，佢有一種唔同嘅高度，咁啊海拔高啲咧，咁我就溫度就會低好多噶啦。如果你話唔係，我要上呢一個德國最高嘅山，咁啊德國最高嗰個山，咁你上到去嘅時候咧，就請你着多件褸啦，因為佢上到去就可能真係會落雪嘅啦。因為高山氣候咧，每高100米咁又會有好大嘅分野噶啦。OK。
好啦，咁啊落到嚟呢一部分啦，咁啊最後做功課嘅嗰 part，咁啊喺呢一部分咧，你只需要回應翻熱帶氣候、乾旱氣候、溫帶氣候、大陸性氣候同埋極地氣候嘅啫。咁你記住噶咯喎，佢背溫書嘅時候咧，記得最熱嘅地方係喺乾旱嘅赤道 ，OK？ 咁啊呢度先係赤道啊，唔喎，係啊，等陣 sorry 啊，我要想講咩咧？sorry， 喺呢度赤道。咁啊，記得咯喎！如果想講溫度嚟講咧，熱帶氣候咧唔係最高溫，應該係乾旱氣候係最高溫。咁啊，我哋認識嘅咧由赤道開始落去上到上邊嘅，OK？咁你咁樣睇咧，你就會容易啲理解㗎啦，OK？咁啊，分咗5點嘅啫。咁啊，香港位於呢一個地方，咁啊喺呢個溫帶氣候嘅啫。咁所以咧去到最後啦，咁啊呢一度咧由呢一個赤道以對上嘅時候咧，你哋學咗地圖，咁啊所以呢度都難到你哋啦。好啦，咁啊加油啦，完成呢一版。